喺中山市區有一個咁樣嘅屋苑，有雙重包袱疊加。第一個咧就係安曼風格嘅成個設計啦，另外亦都有我哋咁靚嘅一個宋式園林嘅設計。呢個園區真係市區嚟講喺 Kenny 心目中咧係 top one 嚟嘅。咁而且講到市區啦，周邊配套非常之 OK 㗎嚇，有巴士直接返香港，周邊嘅配套亦都係最完善嘅。步行2分鐘可以直達我哋嘅天虹超市，所以生活呢方面咧絕對唔使擔心。返香港嘅街坊咧，呢度上去高速口只需要3分鐘嘅車程就可以上到高速啦。咁你話返到深圳、返到香港都係大概1個鐘多啲嘅啫，所以非常之方便嘅。嗱，咁而家咧佢就新加推咗呢個5棟嘅148平方4房嘅戶型，所以生活品質係非常之高嘅。咁如果感興趣嘅街坊，唔好行開，我哋即刻上去睇睇。嗱，過到嚟示範單位咧，見到依然都係延續咗我哋呢個安曼風格嘅一個設計。除咗體驗到呢個空間感之外，更加有一種寧靜同埋平和嘅感覺。可以見到露台呢邊我哋設計咗一啲綠植，同我哋嘅園區作為有一個延續性喺度嘅，空間感非常之充足嘅。無論係呢個客廳嘅活動區或者我哋嘅就餐區，通通都非常之唔錯。咁再去睇睇我哋嘅休息區，咁呢邊咧係有另外一間套房嚟嚇。咁就可以適合長者喺嗰邊居住。另外呢邊就係另外一部分嘅休息區啦。咁呢邊就做咗一個叫做休閒茶室嘅設計，感覺都非常之唔錯嘅。公廁呢邊咧3段式洗手間全部都係 OK 嘅嚇。再隔離就係我哋嘅另外一間稍為細少少嘅客房，咁空間感依然都 OK， 並且望出去都係我哋咁靚嘅園林同埋綠植。最後主人房呢邊1.8米大床。3邊落床位，呢啲空間感就可以見到，同埋我哋270度嘅採光窗，望翻我哋嘅園林非常之舒服。咁呢邊咧就係我哋嘅衣帽間嚟嘅，亦都係套房啦嚇。咁安曼風格呢種咧就係所謂嘅大隱於市啦，並且呢個寧靜平和嘅感覺非常之舒服。咁如果中意呢種間隔戶型同埋追求呢種高品質生活嘅街坊咧，記得 call 下 Kenny 啦。Kenny 可以 send 啲資訊你睇睇，或者直接去香港接你過嚟睇樓嘅。